2025年3月3號，新光戲院。咁啊，大家都同新光講聲再會。咁呢度係對出係英皇道啦，啱啱有架8月1英皇道新光戲院呢段咧已經係滿晒人。大家都係依依不捨。咁前面大家見到紫色嗰個海報嗰度咧，係散場嘅時候就會喺紫色嗰個海報度走出嚟。咁啊，陳記魚蛋就有個鋪頭俾人食嘢，仲有一啲招牌去簡介下嚟緊上映嘅戲啦。